讀曾慶道神父每日讀經反省心得報告2025年12月23日引言，今日讀經圍繞聖約翰閃者的誕生展開，結合馬拉基亞先知的預言，讓我看見天主的許諾從未落空，總是以超乎人類想象的方式成就救贖的計劃。約翰的誕生不僅是老年夫婦獲得恩寵的期，更是為主耶穌的來臨預備道路的標誌。這份啟示讓我對聖誕的真義有了更深的體認。一、恩寵的期，許諾的應驗。約翰的父母匝加利亞與伊麗莎白本是老年芳胎，卻因天主的維持，迎來了老蚌生珠的喜樂。這讓我明白天主的時間從不遲延，所應許的必定成就。匝加利亞的名字意為天主記憶了許諾，伊麗莎白的名字象徵天主許諾，兩人的名字早已預示住天主對選民的默西亞期待即將實現。這份記憶與許諾不僅屬於古時的猶太人，更屬於今日的我們。天主同樣記得對我們的愛與救贖的應許，只要我們懷住信德等候，必能親見的作為。二、悔改的預備，靈魂的淨化。馬拉基亞先知的訊息與約翰閃者的使命相互呼應。主的使者前來預備道路，呼喚世人悔改。神父提醒我們，迎接聖誕不僅是打掃屋舍，更要辦理和好聖事，清潔靈魂。這點觸動了我的心靈。我們常常忙於準備物質上的節慶，卻忽略了靈魂的飢渴。唯有在天主面前悔改，認識自己的軟弱與罪惡，才能敞開心門，迎接救主耶穌的降生。這才是聖誕節真正的平安與喜樂之源。三、名字的意義，祈禱的力量。約翰的命名儀式隆重莊嚴，讓我看見名字不僅是一個稱呼，更是一份使命與祝福。父母為孩子取聖人的名字，是願孩子效法聖德，獲得主保的助佑。這份心意滿載住對生命的期盼，而神父提及的耶穌禱文，更是讓我獲得一份珍貴的靈修禮物。主耶穌，天主子，垂憐我罪人。這句簡短的祈禱，能讓我們時時刻刻與天主連結，無論在忙碌的工作中，還是在煩悶的境遇裏，只要呼喚耶穌的聖名，便能獲得力量與安慰。這份祈禱的力量源於耶穌的應許，願意因自己的聖名賜給我們所需的一切恩寵。四、生活實踐的反思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常常因為瑣事而遠離天主，忘記了時時呼喚的聖名。透過今日的反省，我決定將耶穌禱文融入生活的點滴。清晨醒來時，通勤途中，工作間隙，都以心靈呼喚耶穌基督，讓的愛與平安充滿我的生命。同時，我也願意在聖誕前夕，虔誠辦理和好聖事，清潔自己的靈魂，以純潔的心迎接救主的降生。此外，我也會更加重視名字的意義，時時以自己的聖名為冕，效法主保聖人的德行，在生活中見證天主的愛。結語今日的讀經，讓我深切體會到天主的愛是何等偉大，的許諾從不虛妄。約翰閃者的誕生是救恩計劃的重要一步，預備人心，引導我們走向耶穌。讓我們以悔改的心預備自己，以祈禱的力量與天主連結。在這個聖誕節，不僅看見嬰孩耶穌的可愛，更看見為我們帶來的救贖與希望，讓的聖名成為我們生命中影的力量與喜樂。